而家係晏晝1點鐘，我咧就企咗喺屯門市華都商場隔離。咁啊，星期二朝頭早咧，就屯門公路下邊嗰條主幹道就爆食水管，咁啊塞車塞咗10個鐘。幾日之後，3日之後啫，又嚟到屯門啦，又衰多次。水務署今次咧就係爆嗰啲分區嘅水管啦，但係就鹹水管。咁而家發生咩事咧？就係影響緊而家屯門廣場嘅第6同第7座，同埋部分屯門廣場同埋部分嘅華都商場咧，都係冇咗鹹水，即係冇得沖廁啦。咁我都喺度好奇怪，我又想去試下嗰個商場嘅廁所啦。咁結果咧，真係喎，入邊全部都係啲污糟嘢，沖唔到，撳都冇水啦。咁啊，即係實情廁所啦。咁呢個真嘅，佢係生咗鹹水啦。咁啊，呢個商場咧今日都幾大鑊。總之咧，你哋如果要用呢度嘅廁所咧，屯市同埋華都商場嘅廁所咧，個座廁嗰度咧，我勸你連個蓋都唔好揭開，至少等到今晚先得。咁佢哋而家咧就話，就大致上就要9點鐘最遲就可以恢復翻鹹水供應㗎啦。9點，咁啊可能早啲啊仲好啲啦。咁至於條路咧幾時解封咧，就要凌晨盡快。咁啊今日同大家講啲咁嘅嘢咧，就話俾我聽，3日之內2單人就喺屯門，但係唔同性質嘅。講翻我琴日講嘅嘢咧，全香港有8400公里嘅來水管，包括食水同埋鹹水，其中600公里咧就係主幹道，就係而家政府應承咧，就提早1年喺2026年咧就插晒嗰啲 sensor， 可以實時監察。但係咧，而家今日我見到嘅咧就另外7800公里嘅分區嗰啲來水管啦。咁呢件事係大鑊啲啦。第一，佢呢啲分區啲水管咧，仲未插得晒嗰啲 sensor， 就算插咗啲 sensor， 就全部都唔係最新一代實時嗰啲，係隔幾日嗰啲。所以其實如果唔係實時咧，根本就冇用嘅。大部分都係爆咗你先知，即係事後先知，事前去預先維修，令到佢唔會停止有食水或者鹹水供應咧。如果你唔係實時咧，做唔到嘅。咁而家最大問題咧，就係嗰7800公里嗰個分區嗰啲來水管幾時可以裝晒實時咧？佢而家時間表都冇。我問佢10年內得唔得，佢都唔敢應承。好啦，咁所以咧，而家講緊就係佢仲唔嚟立法會交代？3日之內2單嘢喺屯門，爆完又爆。一個主幹道，一個分區，一個食水，一個鹹水，乜都有得發生。佢下禮拜仲唔嚟盡快解釋，仲要等到咩6、7月嘅例會？我而家最想知就係除咗佢主幹道，佢話26年可以搞掂嗰啲 sensor， 而家個7800公里呢啲咁嘅嘢無日無之，隨時香港會發生㗎。食水、鹹水隨時會得斷纜。跟住又修補補，又擾攘一餐。咁呢個嘅計劃係點咧？連時間表都冇喎。咁所以我一定會一路追住佢哋㗎啦。